鍾志光。嗱，生活誌咧已經係出咗第12期㗎啦，咁啊嚟緊咧就出第13期，即係換句話咧已經1歲㗎啦喎！祝生活誌1歲生日快樂！大家好，我係 Catherine 啊，咁好開心咧喺生活誌裏面咧已經同大家分享咗1年嘅時間關於心理學嘅資訊，咁我喺呢一度咧祝生活誌生日快樂 ，Happy Birthday！你好，我係彭海博士。咁生活照我都參與咗1年啦。咁過去1年當中，都同好多唔同嘅讀者、好多唔同嘅裏邊嘅訪問嘅人都有聯絡。咁好開心同我哋一齊了解到佢哋背後嘅故事。咁亦都好開心見到呢個生活照已經係1週年啦，等於呢個仔已經1歲啦。咁亦都希望多謝讀者同埋所有工作人員，生日快樂！知心所以先更了解生活，所以下一期約定你。Hello， 你哋好，我係黎燕珊，祝生活誌1週年生日快樂，越做越好。Hi， 我係邵仲衡，祝生活誌 Mind and Life 1週年生日快樂。Hello， 大家好，我係黎子珊，祝生活誌生日快樂，希望嚟日咧會有更多好好嘅題材俾大家睇到。祝生活誌1週年生日快樂，帶多啲歡樂俾香港人。Mind and Life 生活誌生日快樂！有人話開心嘅日子總係過得特別快嘅。Mind and Life 生活誌轉眼間已經1週年啦。由上年創刊到而家，我哋嘅團隊包括咗編輯同埋各界嘅專業人士，都努力咁樣為香港嘅讀者帶嚟一啲好實用嘅身心健康資訊，希望令到更加多香港人明白到點樣去面對生活嘅壓力同埋處理情緒嘅問題，為我哋嘅城市注入更加多嘅正能量。其實要做一個有獨特理念嘅媒體係一件一啲都唔容易嘅事。我哋過去呢1年都面對咗好多唔同嘅挑戰，但係喺嚟緊呢1年入邊，我哋會繼續咁努力，為香港推廣精神健康，亦都希望大家多啲支持我哋。Mind and Life 生活誌生日快樂！生活誌祝大家生活愉快。多謝晒咁多位朋友嘅祝福啊！我哋俾啲掌聲，頭先咁多位嘅朋友先。好，原來唔經唔覺咧，生活誌已經陪伴咗我哋1年啦。其實咧，生活誌嘅前身咧，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咧？係《身心心理健康雜誌》，就係2008年嘅時候創辦嘅。咁就係一本收費嘅心理健康雜誌嚟嘅。咁就係提供一個優質嘅精神健康資訊啦，俾廣大嘅讀者同埋市民。咁而喺1年前咧，為咗更進一步推廣心理同埋身心健康精神，同埋取得一個更加長遠嘅發展空間咧，身心心理健康雜誌喺內容同埋設計方面咧，都進行咗一個好大嘅創新改革喎。咁而成為咗今日免費派發嘅月刊生活誌啦。好，咁等我考下大家先，唔知道咧有冇人知道呢個免費派發嘅月刊咧係每個月嘅第幾個禮拜逢星期幾派發嘅咧？有冇人知道？咦，我聽到喎。有人舉手，係幾時咧？星期五係啦，冇錯啦，就係逢每個月嘅第一個星期嘅星期五咧就派發，咁就係喺呢個港鐵站咧嘅出口咧都會免費可以攞得到嘅喎。咁除咗港鐵站之外咧，仲有好多地方咧都有得攞嘅，就係包括商場啦、學校、屋苑、會所、醫院、診所咧都可以拎得到嘅。咁詳情嘅派發地點咧都可以睇翻我哋嘅網站啦，同埋生活誌入面咧都有詳細嘅地點嘅。咁喺嚟緊嘅日子咧，生活誌都會繼續為廣大嘅市民同埋讀者咧提供更加多同生活息息相關同埋實用嘅心理健康精神資訊，同時咧都會同唔同嘅機構咧去合作不同類型嘅活動，例如係一啲工作坊啊同埋講座咁樣。咁大家咧要多多留意啦，亦都希望咧咁多位繼續支持生活誌，亦都唔好吝嗇俾多啲意見我哋，等我哋可以內容更加充實、更加多元化。
亦都多謝咁多位各界嘅專業人士啦、專欄作家同埋合作伙伴咧，喺過去1年嘅時間咧，鼎力支持我哋，讓到 My and Life 生活誌咧，今晚亦都會同大家去分享創刊1週年嘅喜悅。而家咧有請我哋生活誌首席榮譽顧問陳仲謀醫生去為我哋致辭，有請陳醫生。各位生活誌嘅作者、作家、合作伙伴、各位朋友、各位嘉賓，今日好高興大家嚟到一個都幾 leisure 嘅地方嚇，所以今日我都唔想太 serious，好似講啲嘢。頭先阿多羅講咗啦，個 history 即係嗰個生活誌由喺邊度走出嚟嘅，咁啊1週年開始。不過話還話，始終都要講個使命咧。係嘛？做一本雜誌出嚟做乜嘢咧？有旅遊雜誌，有其他雜誌。咁我呢本雜誌係做乜嘢咧？咁咪要講翻下成個世界嘅大環境啦。嗱，咁呢個世界衛生組織咧喺2000年，即係2000年嘅時候咧，就嚇咗我哋㗎啦已經。佢話20年後，2020年咧，抑鬱症咧就會喺當時嘅第4位咧，躍升到去第2位。即係話咧，我哋仲有5年到咧。抑鬱症咧就會跳到第2位。其實我作為一個臨床嘅精神科專家嘅醫生咧，喺呢10幾年咧，覺得世衞冇講錯，越嚟越多人有情緒嘅問題。啊，咁我哋香港咧縮翻細少少睇啦，最近嘅研究咧話有14.5%我哋嘅香港人嘅市民係一個唔好話病啦，一個比較值得關注嘅情緒問題。嗱，個 final report 就出㗎啦，咁政府唔知點解未出，咁睇下個最後個報告係點樣。嗱，講翻有一個好得意嘅現象，大家有冇留意新聞？我早兩日聽到深圳一間叫康寧醫院，係精神科醫院嚟㗎，你估做啲咩咁得意咧？上市啊，即係話咧好生意啊！點解好生意咧？即係話越嚟越多人有問題。咁我同好多外國專家都傾過，嗱，憂鬱病只係精神科疾病嘅一種嚟嘅啫，佢已經第2啦。咁你加埋其他啲疾病，一定第1。咁你話而家邊個病係第1咧？係冠心病，即係心臟病係第1。但係咧，我哋好肯定而家咧，好快嘅將來咧，精神科嘅疾病，包括抑鬱症啊嗰啲咧，一定會變第1嘅。咁喺2014年咧。英國咧就即係我喺嗰度 train 嘅都係嘅最有權威嘅醫學雜誌叫 Lancet， 即係嗰個刺針雜誌，講咗一個好緊要嘅嘢就話 No health without mental health， 即係話如果你冇精神健康咧，你哋咧就冇健康嘅。咁世衞好快啦，我哋阿 Margaret Chan 嗱聲就執咗人哋嗰啲嘢翻嚟講，世衞又都提出呢樣嘢 No health without mental health， 喺世界各地都會有一個 mental health 嘅指引，即係精神健康嘅指引。咁或者咧就嗱，再縮翻嚟香港講啦。嗱，香港其實咧就地少人多，大家知道壓力之煲嚟。咁咧我哋不嬲嗰個快樂指數嘅排名咧，都係好似阿駝行路，中中地160幾個國家80幾，舊年就跌咗6、7位，台灣係30幾嘅，唔該多人走去台灣嘅。咁咧就香港嘅人咧唔係好快樂嘅。咁變咗嚟講咧，就話越嚟越多人咧會有情緒嘅問題。咁所以咧就我哋呢本生活誌咧，其實希望藉住我哋咁多專業，有醫生啊，有心理學家，有各方面營養師、職業治療師、社工各方面關於精神科嘅問題嘅專家喺度俾資料。咁我亦都將呢本來係賣嘅，我覺得唔好啦，賣啊，人哋要錢未必攞，派送越多人知道越好。咁呢個係我哋嘅使命，希望咧能夠藉住一啲資訊幫大家。咁點解幫大家啊？我哋冇乜嘢喎咁樣。嗱，講個危險嘅嘢俾你聽，或者驚人嘅俾你聽。我哋香港咧有精神科嘅服務啦，大家知啦，有私營有公營。但係你知唔知我哋精神科嘅服務
我講咗好多次喺不同嘅場合，有好大嘅問題，就係叫做四不一無。咩叫四不一無啊？唔係三級啊！四不一嘅不足，咩不足啊？所有嘅精神科嘅專業嘅治療嘅人員，包括醫生、護士、社工、心理學家，全部都不足嘅。舉一個例俾大家聽，世衛嘅定義嘅標準咧，係一個精神科醫生對1萬個市民。咁我俾個條數大家計下啦。我哋香港而家咧有340幾個精神科專家，咁你計啊？一對幾多啊？2萬幾3萬。我哋特首梁生喺上任之前咧，曾經同我開過一個會，佢話咧我哋香港咧個 GDP 係全世界20之內，即係我哋幾啖水嘅其實。但係我哋嘅精神科服務咧係100幾個。咁你睇到咧就係個不足喺邊度？嗱，第二咧就係不均。不均嘅意思咧，大家都知道香港而家醫療體制咧喺醫管局之下咧分7個醫療聯網，大家咧有不同嘅做法。如果同一個病人，如果你住喺不過冇話邊個區啦。如果我一個病人叫去某一個區排隊，同另一個區排隊咧，可能爭半年、1年都唔同。咁所以呢個叫不均。我哋中國人有句説話啊嘛，不患寡，患不均。而家我哋又患寡又患不均，兩樣都唔得嘅。咁第三個不係咩啊？不全。啲精神科同其他科或者心理科係好唔同，即係同其他科係唔同。你外科醫生開個刀或者咩，你已經搞掂。但係心理精神咧係好多人一齊做，有我哋心理學嘅即係精神科專科醫生啦，有心理學家啦、社工啦，有職業治療師啦，係一個叫做多元化專業團隊。同埋咧，唔係淨係我呢班團隊喎，大家最近發生嘅事你知道啦，有斬人啊、自殺嗰啲嘢。社會咧，房屋處、警察或者救護員，全部都係要識呢啲嘢嘅喎。如果唔係咧，就好多時候咧，有啲病人去完急症室唔夠一日半日就已經出事啦。點解？因為對個知識唔夠。咁呢個就不全。最後一個咧，同我哋生活智咧就好有關係啦，就係不準。我哋香港大部分嘅資源喺精神科裏邊咧，咁或者講埋個資源俾你聽先啦。我哋比最好嘅澳洲係4倍嘅啫，即係我哋嘅資源喺精神科。澳洲多我哋4倍。澳洲而家暫時嚟講咧，係應該同美國可以並駕齊驅啦，係全世界最好嘅精神科服務嘅地方。所以好快我哋政府嘅醫生咧會有去澳洲嚟取經啊，不過取完經翻嚟唔知做咗啲咩出嚟啦。咁我睇下佢哋點樣。咁呢個咧就係話呢個不準咧，就因為我哋大部分資源已經係少噶啦，就擺晒邊度啊？醫院啊、門診啊、醫生藥啊、治療，跟住係點咧？有一部分錢咧就擺喺復康好多志願機構即係你病完之後出去中途宿舍或者庇護工場喺嗰度使錢，或者而家新嗰啲叫做綜合中心啦嗰啲 ICMW 嗰啲有10幾個揾咗錢喺度。咁最少錢係擺邊度？喺預防。咁大家都知道啦，中國人有句説話叫做預防勝於治療。喺西方醫學咧，我哋有3層嘅防線。第一個防線就係 prevention， 就係即係頭先就講啦，即係預防啦。第二嘅係 treatment， 第3就係 rehabilitation， 就係復康。即係話咧，我哋第一條線係咁重要，反而咧我哋係你睇唔睇到啲咩？小學教育有冇講精神健康啊？可能性教育可能有少少，有冇教精神健康？教你話情緒嘅管理冇啊，一啲都冇啊！我哋已經嘈咗好耐即係代表我哋好多，即係我唔講名啦，我有啲同事喺度喺嗰個民間轉團體好大嘅，同佢哋講過，我哋去過教育處，其實教育處冇符嘅，因為點解咧？第一，佢哋冇錢去做呢啲嘅，去教書嘅啫。OK， 你估最多錢揸喺邊度？就係衛生署 ，education 係衛生署揸嚟。咁我哋約咗佢出嚟見，約到而家都未見。咁就即係冇符。所以我哋覺得咧就話，既然喺建制裏邊做唔到一啲預防嘅工作，
咁唯有喺私營做啦，最簡單啦即係如果可以有個財力嘅，咪做一啲嘢咯。所以咧呢個咧就係我幾年前或者08年先啦，多倫多講咗開一個我哋叫天樂行嘅身心健康中心，跟住有本雜誌出，就係希望係喺呢個方向做一啲政府冇做到嘅，提供多啲資訊俾我哋香港嘅市民，因為預防一樣嘢，咁你都要知道嗰樣嘢咩嚟㗎嘛？你如果唔知道，我哋點預防啊？即係好似當年沙士咁，點解咁驚？我都唔知沙士係咩嚟嘅，梗係驚啦，係咪先？你如果知道多啲嘅時候咧，你就會預防多啲，同埋病向淺中醫。你知道多啲關於病，你容易啲去預防咯。其實仲有一樣嘢噃，你唔好諗住病人好辛苦喎，病人真係好辛苦啊！抑鬱症嘅病人7%會自殺，但係原來照顧病人嘅家人，原來有40%都有情緒問題。所以呢個影響係好大有估計過喺11年嘅時候咧，全美國我如果冇記錯，全美國係要喺憂鬱病用嘅錢係2萬億美元。佢哋覺得喺過多20年度咧，係去到6萬億。你睇到係用幾多錢？咁但係如果我能夠喺早期預防到呢啲問題嘅話咧，第一，病人會減少痛苦，家人會減少痛苦，社會會減少好多開支。呢個係最好嘅，係一個效益上嘅嘢嚟嘅。但可惜即係磨來磨去，佢哋都唔係好做。咁唯有我哋自己用一個好綿力嘅所謂少少嘅力量，慢慢做出嚟。希望可以開花結果，大家咁幫手。其實我哋有個使命，希望我哋香港人可以開心啲。咁我今日咧，其實呢度好 casual，就唔想講到咁鬼 serious 嘅，其實咁輕鬆翻少少啦咁咧就要多謝咧，就話即係生活誌嘅總編輯頭先陳志恩 Lavender 小姐啦，同埋佢嘅團隊喺過去1年咧，將生活誌咧推到即係比較即係有進步咗好多啦咁大家都發現到咧厚一啲多咗啲作者啲間又靚啲嘅咁樣佢哋做到好多功夫多謝你咁咧就最後輕鬆少少啦，就講啲大家最近有冇睇一套無線嘅台慶劇叫做《梟雄》咁咧我就唔係同賣告白，不過咧有2句説話咧，我就覺得好有意思嘅喺今日講呢個主角大家知道係影帝黃秋生佢扮一個大亨上海大亨喬傲天講咗一句説話，第一句先，佢話金山銀山都唔及人情山。呢度咧有個上海嘅足球先生係黃洋喺度，我扮嗰啲上海人講廣東話㗎。金山銀山都不及人情山，何解？喺我 Facebook 寫咗啦，因為大家有睇。金銀有價，人情咧係無價嘅。咁所以咧，我哋代表生活誌全體同仁咧，好感激大家呢份人情嚟到今日嘅宴會嚟慶祝我哋1週年嘅紀念。第2句就係話，人可以唔識字，但係你哋唔可以唔識人。我加句，識人之外，仲要識人心，識自己嘅心，亦都識人哋嘅心，如果有本事嘅喎。所以咧，我哋嗰本雜誌叫做《生活誌》，你能夠開開心心生活咧，就一定要懂人心咁多啲睇生活誌啦。多謝各位。多謝陳醫生同我哋分享咁多現時嘅資訊我哋亦都會秉承我哋嘅使命，繼續去將身心健康傳送俾我哋香港嘅每一位市民。好，嚟緊我哋亦都邀請生活誌嘅總編輯 Lavender Chan 同我哋分享一下過去1年生活誌嘅發展同埋新1年嘅展望。有請 Lavender。大家好，
首先咧，我想代表 My Life 生活誌嘅團隊咧，就多謝大家今日上面啦出席我哋呢一個咁開心嘅晚會，同我哋慶祝 My Life 生活誌嘅生日嘅。咁其實咧今日見到大家高朋滿座咁熱鬧嘅場面咧，我自己都覺得好感觸同埋好多感動嘅。因為其實我諗翻1年前嘅我自己咧係唔會估到有今日可以企喺呢一度同大家分享我哋行得到呢個里程碑嘅呢一份嘅喜悅嘅。咁喺香港啦，其實可能大家都會知道，其實出版雜誌呢一樣嘢咧已經係一個好成熟嘅一個行業嚟㗎啦。其實唔知大家知唔知道咧？而家大家可以譬如話叫得出名嘅，或者都可能比較耳熟能詳嘅雜誌咧，其實都已經有134本咁多㗎啦。而嗰啲我哋都可能未聽過，甚至乎都唔係好識嘅雜誌咧，更加係多不勝數嘅。咁所以好多朋友都會問我Lavender， 點解你會想搞本心理雜誌咧去做呢個紅海入邊嘅生意咧？咁樣問我。咁其實好大程度上係因為正如陳醫生都講得好好啦，我哋見到香港喺精神健康服務上面一啲不足嘅地方，我哋好想做一份嘅魅力嘅。咁除此之外啦，亦都出乎一個嘅夢想啦，其實。嘅夢想係咩咧？就係話我哋希望能夠透過一啲嘅文字咧，一啲有意義嘅文字，去傳達一啲我哋覺得好寶貴嘅、好準確嘅知識俾大家，希望俾到香港人一啲嘅激勵啦、一啲嘅啟發啦，甚至乎一啲嘅改變嘅。咁當然啦，一條嘅啱嘅路咧，往往都唔係最容易行嘅。咁我仲記得喺當年即係上年嘅11月啊呢個時間啦，我哋身心心理健康雜誌決定改版啦，咁就做sorry 有啲病啊，唔好意思。上年呢個時間我係想改版做呢一個 My Life 嘅時候咧，咁我都面對好多唔同嘅困難同埋問題嘅。譬如話我當時我要諗點樣去改一個新嘅名咧，點樣去安排新嘅專欄嘅內容咧。整一個新嘅可能全新嘅出版同埋運送嘅流程咧，點樣同一啲唔同嘅合作嘅伙伴去傾咧，甚至乎點樣能夠令到更加多嘅人知道我哋 My Life 呢個嘅理念，同埋我哋啲做緊啲乜嘢嘅咧咁樣，等等等等。其實成個過程咧就真係好似生個 BB 出嚟一樣，係充滿咗一啲嘅好艱辛，但係都好難忘嘅時刻嘅。咁今日好開心啦！我哋呢個 BB 咧1歲大啦，咁就真係好高興嘅日子嚟嘅。咁因為喺呢短短1年之間咧，我哋嘅讀者咧已經由最初創刊嘅時候嘅24,000人，到今日已經有12萬人啦。咁根據我哋嘅問卷調查，多謝咁多位嘅支持。咁亦都根據我哋嘅問卷嘅調查啦，其實有超過80%嘅讀者咧都認為我哋生活誌咧係提供一啲實用嘅資訊嘅，又或者內容有啟發性，又或者係覺得產生到共鳴嘅喎。咁亦都有超過60%嘅讀者啦，對於我哋 My Life 咧整體嚟講係好滿意同埋非常滿意嘅。多謝大家嘅支持呢一樣嘢。咁與此同時咧，我哋嘅廣告收入咧亦都有持續上升嘅趨勢嘅。咁所以呢一啲數字話俾我哋聽咧，其實我哋嘅努力啦係冇白費嘅，我哋方向都係啱嘅。咁嚟緊呢個2016年啦，我哋會喺 My Life 生活誌一啲欄目上面做一啲嘅調動嘅。咁希望令到我哋嘅內容咧更加豐富，更加吸引到大家嘅。咁同時間亦都會加強翻我哋電子媒體平台嘅發展嘅噃。咁其實較早之前咧，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我哋做咗一個生活誌嘅網上揭頁版喎，咁其實大家咧可以喺無論喺咩嘅時候、咩嘅地方都好啦，可以用你哋嘅電話或者你哋嘅電腦，可以睇到我哋雜誌嘅喎。我哋嘅網頁啦，即係我哋知樂行同埋生活誌嘅官方網頁啦，亦都喺較早之前咧係有一個新嘅革新嘅喎，咁啱啱都完成咗啦。咁如果大家而家上我哋嘅官方網站，即係 bliss-hk.com 嘅話咧，係會見到我哋有全新嘅版面設計啦。更加多方面嘅資訊啦，同埋更加多嘅互動性嘅，咁都係希望咧俾到咁多位一個更加舒服同埋更加 user friendly 嘅一個瀏覽嘅體驗喎。咁當然最後唔少得就係我哋嘅一個跨媒體嘅一個平台，我哋嘅網上電台生活台啦，咁都開始咗一段時間嘅啦。咁嚟緊我哋都會重點去發展呢一個生活台嘅內容啦。咁就係見到大家可能喺走廊都見到我哋有啲嘅片刻不斷咁 loop 嘅。其實嗰個咧就係我哋生活台一啲嘅花絮同埋啲精彩嘅片段嚟嘅。咁嚟緊我哋都會繼續發展呢一個生活台啦，希望俾到更加多精彩嘅節目俾大家睇嘅。
咁當然啦，我哋過去呢一年一啲少少嘅成績同埋嚟緊嘅發展咧，係離開大家嘅支持嘅。咁所以嚟緊咧，我好想借呢個機會，咁開心嘅日子，去多謝一啲好重要嘅人。咁首先，我想多謝我哋嘅專業顧問團隊啦。咁多謝你哋呢一年嚟咧，俾好多好寶貴，亦都係好實質嘅幫助同埋意見俾我哋嘅。咁同埋都好多謝我哋嘅一班專欄作家，今日都好彩嚟咗好多位嘅專欄作家。咁多謝你哋呢一年咧，一直都好出心出力咁樣，去俾好多幫我哋寫好多好好睇嘅文章啦，俾我哋讀者欣賞嘅。多謝晒你哋。咁仲有就係好緊要啦，就係我哋嘅廣告客戶啦，今日都嚟咗幾位嘅，我知道。咁多謝你哋認同我哋嘅呢一個平台同埋呢一個理念，俾一個機會我哋去幫你哋推廣你哋嘅產品同埋服務。呢一個真係俾我哋團隊一個好大嘅鼓勵同埋好大嘅動力嚟嘅。咁最後都最重要嘅係，我好想多謝我身邊一班好正、好有熱誠嘅一班好同事、好手足，因為呢一年咧真係好靠佢哋同我一齊去拼搏啦，一齊去成長嘅。我可以話，如果冇你哋嘅努力嘅話咧，生活節係唔會有今日嘅。咁所以好多謝我每一位同事、每一位手足，多謝你哋。咁嚟緊2016年啦，咁將會係一個好充滿咗新挑戰嘅一年嚟嘅。咁我哋要繼續努力咁樣打造生活誌，成為一個作為香港一個好獨特嘅一個跨媒體嘅心理服務品牌嘅。咁希望亦都同唔同嘅界別嘅夥伴啦嘅機會嘅。咁所以嚟緊希望大家繼續去關注我哋生活誌嘅動向啦。多謝大家。多謝啦，朋友，請就座。咁咧，希望你同你嘅團隊都繼續努力，為我哋帶嚟更加多有趣、好玩、好嘅資訊俾我哋，好唔好？好。咁接住落嚟咧，我哋要回顧一下咧生活誌呢一年嚟咧嘅成長點滴，同埋作為一個marketing頭先講咗啦，跨媒體平台嘅發展。咁有請我哋 marketing 嘅同事 Weston 同大家介紹一下。我哋就今日咧最主要同大家回顧一下我哋 My Life 都1週年啦，咁就我哋經歷咗啲乜嘢，咁而且咧我哋係嗰個發展嘅動向啦，究竟係點樣咧？咁首先咧，我哋其實咧喺回到去呢個2014年11月嘅時候，大家嗰陣時嘅光景係如何咧？咁咧喺我哋 My Life 嘅呢個雜誌咧，就開始引入緊呢個免費嘅派發模式。My Life 生活誌咧就喺呢度引入緊。11月3號咧，創刊號就正式出版，開展我哋免費贈閱模式啦，去走進我哋香港人嘅生活。呢個咧就係我哋創刊號嘅主題，快樂你識嗎？咁咧原來香港人咧好大壓力嘅，咁佢哋係需要去學習點樣去令自己快樂，調節自己心境。咁所以咧，我哋創刊號咧都特登以呢一個主題咧嚟到去希望喚起香港人對即係自己心情嘅調節、自己情緒嘅調節嘅一個注意。然之後咧慢慢大家都陪住我哋一齊去成長。咁 My Life 咧亦都係陪住大家嚟到去成長啦。喺佔領嘅時候咧，咁亦都有一啲專題啦，咁就講緊社會可能唔同嘅立場關係點樣去復和啦。而喺嚟到第3期嘅時候咧，不知不覺其實已經2015年嘅1月。咁咧去到新年嘅時候咧，亦都有鄧萃雯同我哋分享點樣去衝開佢嘅 comfort zone啦。因為新年嘅時候通常都係去計劃你未來1年嘅時間。然之後咧，去到2月啦，有我哋嘅農曆新年同埋情人節嘅時候咧，咁亦都有唔同嘅各位一啲嘅受訪嘅名人，咁咧嚟到去為我哋分享咧，究竟當中係即係愛係點樣啦？新年嘅時候點樣去度過？My Life 咧就係咁樣咧嚟到去一齊同大家去度過唔同嘅時日。咁咧喺一啲其他嘅主題上面啦，咁亦都有一啲唔同嘅主題。咁譬如係睡眠啦，有講銀髮族嘅心理啦，育兒方面嘅一啲資訊啦，咁亦都有對生命嘅反思。慢慢咧，大家分分鐘仲熟過我㗎啦。咁就去到暑假嘅時間咧，咁就有梁小冰啦，仲有阿 Bob 啦，係為大家分享喺暑假嘅期間，究竟可以點樣去開心度過啦。咁亦都有喺我哋新荔園重開嘅時候，咁亦都有相關嘅一啲報導。而
然之後咧，咁亦都有一啲關於開學嘅主題啦，咁亦都係由 Mind Life 咧嚟到去為大家咧嚟到去一齊嚟到去分享。去到第12期啦，咁就響應精神健康月啦，咁我哋亦都有一個主題，就係一個精神健康嘅主題。希望咧嚟到去真係去喚起大家對精神健康嘅關注啦。咁亦都有陳奐仁先生咧嚟到去分享佢自己過往嘅一啲抑鬱嘅經歷。咁希望大家咧亦都去正視呢一個嘅問題。咁除咗Mind Life 之外咧，咁有部分嘅嘉賓可能喺認識我哋嘅時候係透過知樂行呢個嘅專業服務嘅品牌嚟去認識我哋嘅。咁我哋當然亦都係有同唔同嘅機構、唔同嘅公司嚟到去舉辦唔同嘅活動啦。咁就都係關於一啲身心健康嘅主題，譬如有考試考醫時啦，咁亦都有分別有Dr. Chan 啦、彭博士啦，同埋香港記憶學總會嘅榮譽主席，咁就去為大家分享一啲心理上面嘅主題，分享一下咧點樣去記憶同埋點樣去考試上面調節心態嘅。而喺一個戀愛專題嘅講座上面，沒有理由不愛我啦。咁喺呢個反應上面亦都非常之踴躍同埋熱烈啦。咁我哋都有請到素黑同埋葉妙賢小姐啦，咁就嚟到為我哋分享一啲嘅關於戀愛嘅專題。咁咧不得不介紹知樂行當中都有唔少嘅活動啦。咁就分別譬如係一啲嘅同其他機構合辦嘅工作坊啦。咁呢度都有同iDance 一齊合辦嘅，咁 Candy 都好記得啦，呢個應該係。咁就係一個產前心理輔導工作坊。另外咧就有啲譬如係減低產前壓力方面啦，仲有嘅就係彭博士同一班長者係幾開心咧，玩得。咁咧亦都有喺AIA 友邦保險嘅一個booth 上面嚟到去做一個關注員工心理健康嘅工作坊，亦都有一啲大型廣場嘅精神健康講座啦，嚟到去將一啲嘅信息喺一個廣場裏面，咁就接觸最多嘅人流，嚟到去話到俾佢哋知究竟點樣去注意精神健康啦。咁呢個專題咧其實係講緊即係開學點樣去調節翻自己嗰個壓力。因為好多時都有一個叫做長假期後遺症嘅情況出現，咁究竟點樣去調節翻個心態咧？好，咁咧嚟到呢度咧，咁就我哋都祝Mind Life 咧係 Happy Birthday 啦，1週年嘅呢個致慶。咁咧喺我哋回顧嘅時間咧，咁其實咧我哋都見到Mind Life 其實佢個接觸到讀者嘅地方咧，我哋暫時喺香港，喺澳門亦都有一個地方咧係都會派發到我哋嘅書籍啦。咁其實咧根據記錄，我哋喺2014年11月即係創刊嘅時候咧，咁我哋可以即係讀者可以拎到我哋Mind Life 雜誌嘅地方有309點。嚟到2015年11月咧，哇！原來咧係已經有近1000個點啦，係讀者係可以攞到我哋雜誌。咁咧喺呢個時候咧，除咗一啲你可以攞到一個實體嘅免費雜誌之外咧，咁我哋不得不提嘅就係一個網上版嘅一個平台啦。網上版我哋係將我哋嘅雜誌足本放上去網上版上面。而喺呢個網上版雜誌嘅一個觸及人數咧，觸及人次方面咧，咁我哋由創刊嘅時候嘅327人次，飆升到我哋截至尋日嘅近26000人次嘅。咁呢個咧都係好多謝大家讀者啦，各位作家嚟到去為我哋嘅付出同埋貢獻。咁喺2016年咧，我哋亦都會係更月目更加精彩啦，因為我哋都會係邀請到素黑黎芷珊小姐咧擔任我哋嘅星級作家，亦都有全新嘅專欄啦。咁而且咧喺我哋嘅生活誌方面咧，有陣時讀者可能覺得我哋要去揾一個地方嚟到去攞到呢本雜誌，可能對佢哋嚟講會即係覺得好頻撲。咁我哋咧其實係準備喺2016年嘅時候咧推出一個免費訂閱嘅一個模式，咁讀者咧就可以喺佢哋嘅地方咧嚟到去接收佢哋嘅雜誌，只需要咧佢哋進行一個填少少嘅資料嚟到去即係起碼話到俾我哋知我哋寄去邊啦，係咪？咁咧而佢哋係唔需要繳付任何郵費啊，唔需要繳付任何嘅費用咧，去坐定定去收到我哋每期最新一期嘅一個生活誌。
而生活台咧，我哋當然會繼續大力去推廣啦，因為喺圖文以外咧，咁我哋都有一啲嘅互動嘅片段、互動嘅頻道嚟到去同大家分享精神健康、心理上面嘅資訊。當然網上貼頁版我哋都會係繼續嚟到去發展。然後咧呢個就係一啲嘅身心健康嘅活動啦。咁呢個係植入式廣告嚟嘅。咁因為咧下個禮拜咧我哋都有一個心理學家約你 Happy Hour。咁如果大家想繼續同我哋 Happy Hour 咧，咁不妨報名。咁咧下個禮拜五7:30約定大家。咁咧心理學家約你 Happy Hour 咧，其實係一個比較新穎少少嘅模式啦，跳脱以前可能我哋講座嘅時候，淨係得講者嚟到去講，大家淨係聽。咁呢個咧我哋就會去即係讓所有嘅參加者都分享佢哋嘅一啲有趣嘅一啲經歷啊，或者就住唔同嘅主題咧嚟到去分享佢哋嘅一啲諗法，嚟到同心理學家進行互動交流嘅。嚟緊11月就係入行靠 IQ， 升職靠 EQ。呢個係彭博士嘅金句嚟嘅，咁我哋就引用咗啦。OK， OK。咁咧就呢個嘅活動上面咧，除咗活動上面咧，咁當然我哋都會同其他機構嚟到去即係繼續去展開唔同嘅合作啦，擴展我哋嘅網絡。最後送俾大家一個推廣身心健康平台嘅介紹。好，咁我播條片俾大家先啦。帶大家導覽下呢個全新嘅網頁啦。咁話咁快嚟到網上貼頁版嘅雜誌啦。咁其實咧呢度想同大家分享嘅咧就係喺網上貼頁版，我哋有陣時好難同大家去做到互動。咁但係咧，你喺網上貼頁版，你係可以click到去嗰條 link，即係譬如一個活動你想去舉辦，或者你想去推廣一啲嘅健康產品。咁而呢度咧就係講緊生活台啦，我哋有4個頻道，暢談生活、升級進出、心靈城市同埋雜誌速遞。咁呢4個頻道方面咧，咁就都有唔同嘅名人嘉賓嚟到去為大家分享一啲心理健康相關嘅一啲題材。咁大家都可以見到啦，譬如亦都有雜誌速遞方面啦，咁就當然係會帶俾大家一啲喺嚟緊最新一期個雜誌嘅花絮究竟係點樣嘅咧？咁咧除咗係網站上面啦，咁我哋亦都有一個社交媒體嘅平台咧，嚟到去同唔同嘅產品或者唔同嘅合作伙伴啦，嚟到去推廣佢哋嘅一啲信息啦。咁唔同嘅合作伙伴嘅信息咧，尤其係佢哋想送啲戲飛或者想送啲產品嘅，咁我哋MyNLife嘅Facebook 嘅專頁咧，咁都會嚟到去幫佢哋咧去做呢個嘅推廣嘅。咁大家有冇上過呢個網站咧？好嘅，今晚俾個任務大家上一上 this-hk.com 或者直入 MyNLife 嘅 this-hk.com/MyNLife。好，咁咧生活誌咁喺過去13期啦，我哋今次即係今個月出版咗之後，咁就係13期啦。咁過去13期咧，咁其實咧有好多唔同嘅專欄作家咧，都係為我哋咧嚟到去帶俾好多嘅身心健康資訊俾咁多位愛讀者嘅。咁咧喺呢個時候咧，其實咧我哋就希望咧去對唔同嘅專欄作家咧嚟到去帶俾佢哋一啲少少嘅心意啦。咁咧我都喺呢個時候咧需要揭開我嘅貓紙啦。咁因為咧我都需要去邀請我哋嘅專欄作家上嚟咧嚟到去接受我哋嘅頒發一個感謝狀俾佢哋嘅。咁咧喺呢個時候咧，我哋就想即係多謝過去13期喺即係各位專業作家團隊嘅大力支持啦。咁我哋就跟住落嚟，我哋想邀請生活誌嘅首席榮譽顧問陳仲謀醫生做我哋嘅頒獎嘉賓。咁有請陳醫生。咁咧喺呢個時候咧，我哋就頒發呢個感謝狀俾我哋嘅專業嘅作家啦。咁我哋咧可以我就陣間會逐個嗌名，咁就各位咧可以逐個咁樣上嚟，咁就接受呢個嘅感謝狀嘅頒發啦。咁首先咧，我哋有請註冊臨床心理學家彭學海博士，跟住咧就係輔導心理學講師梁瑩瑩小姐。咁請各位咧都領取完呢個嘅感謝狀之後咧，都可以喺台上面留一留步。咁我哋最後就會嚟一張大合照咁樣嘅。
之後係精神科專科醫生許龍傑醫生。港隊足球代表黃洋先生。應該有時已經離場。好，應用心理學會會長朱坤宇先生。註冊臨床心理學家譚忠岳博士。心靈輔導及成長中心創辦人鐘巧香小姐。麥動顧問有限公司創辦人及總監鄧國榮博士。註冊中醫師關富健醫師。註冊中醫師許德樂醫師。執字曲代表尹思騰先生。美國萬利理財控股代表張佩儀小姐。ITA 國際萬人協會代表 Mr. Kevin Chong。Sticky Rice Love 創辦人申維嫻小姐。再一次多謝各位專業作家啦，咁我哋可以下次少少，我哋嚟一張大合照好嘛？小心呢度有釘，唔係釘係勾。我哋擋住。犀利。高嘅前面，更高嘅後邊啊！好多謝晒咁多位，咁都係啦，小心台上個勾。亦都多謝咁多位啦，咁就依家交俾Dora 嚟到去帶我哋繼續下一個環節。生活誌嘅成功咧，實在係有賴咁多位朋友同埋伙伴嘅一齊努力啊！希望喺未來嘅日子咧，大家都繼續支持我哋。好，嚟緊到最後嘅環節啦，我哋再次有請生活誌嘅首席榮譽顧問陳醫生同埋總編輯 Lavender 一齊上台咧，同大家祝酒慶祝我哋呢個 BB 生活誌1週年，有請。今日好高興大家嚟到我哋生活誌嘅1週年，咁啊酒味嗰啲都係算菜啦，菜薄嚇，希望大家可以盡興。陣間仲有好多節目㗎嚇，你哋各位嘉賓有興趣上嚟表演，我都會表演㗎嚇。Cheers！ 好，多謝各位。陳醫生請留步啊！係啊，因為我今晚咧知道咗咧有一個壓軸嘅表演節目喎，因為我哋咧好榮幸咧邀請到本地創作歌手 UK Young 為我哋今晚咧表演，咁而我都知道大家想唔想聽陳醫生唱歌咧？好啊，將個台交俾你啦！壓軸唔係應該最尾嘅咩嚇？一開始就冇啦咁快。但係講等咩小姐啊？Yuka 小姐啊，唔好意思啊，我真係對啲歌星又唔係太熟。阿亞茹小姐 ，OK。咁咧，阿亞茹小姐咧就俾咗啲歌我哋即係話表演喎。
咁佢嗰10幾首歌咧，我哋聽過幾首，得一首識唱嘅啫。咁咧就夾硬逼佢，本來佢自己唱嘅，我話我都識你呢支歌喎，同埋都好啱今日嘅即係氣氛同埋 occasion。咁呢支歌叫咩咧？就係 Lam 嘅分分鐘需要你。我分分鐘都需要你哋㗎，日日都需要你哋㗎，不過希望唱得好，大家都拍下手掌，唱得唔好啦，唔好掟咗出嚟好，我哋未夾過㗎，咁嚟㗎啦，我都係第一次同啲即係歌手同台，喺電視講嘢特別大場面我都見唔少，不過我有啲緊張。俾啲掌聲鼓勵我真係。拍手掌啦，晚安喎。Good evening, everybody,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welcome. 不過穩陣起見咧，我諗都係攞翻張歌詞睇下好啲，都係穩陣啲。我諗住自己記嘅，今日開心得滯，我驚記唔到。有個歌詞就定好多咯。同埋另一個原因揸歌詞咧，因為同啲女士唱歌咧，因為我太太平時都知道嘅，所以我望住歌詞都望住個歌聲，呢個好緊要尤其是啲靚嘅歌聲添。Hello， 個名叫 Yuka， 咁我係楊雅月啦。咁唔知係咯，如果大家上年有睇過一個比賽喺一個電視台咁，可能就見過㗎啦。咁我係一個唱作人啦，亦都係一個街頭表演者啦。咁就今日會帶嚟一啲自己作嘅歌啦。都係關我哋嘅城市人，同埋我想我嘅歌係帶俾大家啲正面嘅訊息。咁我哋開始咯。係喎，你彈兩下，我就嚟㗎咯喎。冇所謂，我哋夾到就夾下，冇問題。都要開心㗎嘛。我把聲好難聽嘅，好難夾嘅。得啦 ，OK， 1 2 3。願我會揸火箭帶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兩人住，活到1000歲都一般心醉，有你在身邊多樂趣。相信我一直好得意，地老天荒當閒事。就算發風雨，只需睇到你，只見陽光千萬里。又要你開心意，乜都真心滿意，鹹魚白菜也好可味。我與你永共聚，分分鐘需要你，你似是陽光空氣。扮靚啲街因你，癲癲的街因你，為你甘心作傻事。看我聲聲叫，睇到乜都笑，有你在身邊多樂趣。若有朝失咗你，花開都不美，願多花
相對，對木頭公仔做戲。有了你開心啲，乜都稱心滿意，鹹魚白菜也好好味。我與你永共聚，分分鐘需要你，你似是陽光空氣。有了你開心啲，乜都稱心滿意，鹹魚白菜也好好味。我與你永共聚，分分鐘需要你，你似是陽光空氣。有了你開心啲，乜都稱心滿意，鹹魚白菜也好好味。我與你永共聚，分分鐘需要你，你似是陽光空氣。Thank you。多謝你，多謝陳醫生，我哋再俾多次大力啲嘅解釋嘅掌聲。我哋都係第一次聽陳醫生唱歌啦。咁嚟緊咧，仲有冇嘉賓想上嚟獻唱咧？我知道好似有朋友準備咗喎，係咪啊，陳醫生？我哋有一個叫做肥版張學友喎，咁嘅。肥版張學友，學友，掌聲學友，掌聲請學。呢個咧，呢個學友歌咧就即係矮咗啲、肥咗啲，但係啲歌聲好好嘅。咁咧佢揀咗一首歌咧好應節嘅又係你自己講啦。唔該陳醫生，大家好，晚安，大家好。咁咧就我嚟參加呢個晚會咧，好開心。首先祝我哋嘅雜誌咧生日快樂先 ，Happy Birthday！ 咁咧就我本來嚟參加諗住嚟飲下酒啊、食下嘢啊，恭喜下兩位主人翁啊咁樣。點知原來陳醫生要我唱歌，咁我冇乜準備，咁唯有睇住咗貓字啊嘛。咁我哋今日唱嘅歌咧就只有情永在，因為咧我哋其實咧頭先同陳醫生講，我最緊要知道人嘅心。咁人嘅心裏邊有咩？最緊要咩？情個情字好緊要。不過咧，我哋而家唔係講愛情，係講人情啊。愛情我都好豐富㗎啦，已經係咪陳醫生？本應咧今日咧，阿朱生阿 Manser 咧有伉儷，有個靚太阿 Betty 喺度，咁應該咧揾佢上嚟唱嘅，但係都唔肯唱，咁所以咧我就揾咗一個都好靚嘅小姐啦，你唔好介意唔好呷醋啊！只有情永在你唔唱㗎咋？你上唔上嚟先？俾3次機會你 ，1、2、3，你唔上嚟算啦 ，OK。嗰個靚女咧，個靚女呢邊我個靚女頭先個靚女都應承咗我㗎Catherine， 我哋嘅輔導心理學家，只有情永在希望大家中意。哇！好緊張喎而家可唔可以輔導下我而家？我先要輔導一次。我使唔使喺後台慢慢行出嚟咁樣咧？可唔可以大聲少少？唔好意思。間字不知怎分對錯，還不問一念就分開。當一切若浮雲，只有情永在，心中記一份愛。再不問一聲應否去愛，愛海內一切也應該。也不他消失去，不會難替代。風聲裏都找到愛，未怕分開，縱使分開，亦都知美夢仍會在。何必感慨？誰會意？
前何曾改？再不用口中天天說愛。冷分辨心裏情意若何，有朝會暫別離，不會成障礙，清風裏都找到愛。千山裏都找到愛。係咪要跳舞呢個時間？唔好意思，就我乜夾過，咁就同埋啲卡拉 OK 同呢啲 YouTube 版唔係好同。多多包涵，咁多位。未怕分開，縱使分開，亦都知美夢仍會在。何必感慨？誰會意外？此生不變，千可長改。再不用口中天天說愛，冷分辨心裏情意若何，有朝會暫別離，不會成障礙，清風裏都找到愛。千山裏都找到愛。好，多謝晒各位，thank you，我拍檔，thank you，多謝你好。多謝兩位歌王歌后啊！大家想唔想 encore 聽多首咧？好啊！即刻冇人睬你喎。有請投稿啊！我哋大家似唔似啊？呢個張學友似啊嘛？唔怪得佢揾到咁靚嘅老婆啦。雖然佢嘅身材仲肥過我，係嘛？我以前唔係咁肥嘅，自從識咗陳醫生之後，好開心個人，就心廣體胖啊，所以咁肥啦而家。嗱呢啲咧真係唱慣 K 嘅，咁咧就頭先我咧即係你睇下講把聲拆晒，就唔好意思。不過嗱，我都點都好啦，點都要唱歌㗎我。而家請咗咧 Yanson 啊、強生嗰兩個女高層啊，高層啲藥廠犀利嚇，咁啊上嚟唱一首咧。又係同你差唔多㗎咋嗱，睇我啲聲我就變㗎啦，我啲聲會好啲。咁咧就係呢個當年關正傑同埋雷安娜嘅《人在旅途灑淚時》如果大家翻上一年紀咧，應該識。好，請阿 Linda 同埋阿 Maggie。上咗嚟先咧，慢慢講唔遲嚇，冇得推㗎啦，上咗嚟就喂俾多個咪，有冇多個咪啫嚇？有多個咪，哇犀利啦！我一男兩女啊呢次犀利犀利。好啦，準備啦喎嚇，大家除咗食嘢飲嘢之外，聽下我哋唱下歌都好喎嚇。開險咗，令你此時三心兩意。看遠路正漫漫，誰為抉擇最前路了無情關三思，問你可曾深深意？要退後也恨自人在旅途灑淚時，依賴正為你共情義。
再懷念往事，心中有約誓永難言，期望有日相會時，人在這時怎麼啟齒？萬語千言怎表愛意？看夕陽正豔空，誰料正是哭別時。誰料正正為你做情意，再懷念往事，心中有約誓永難言，期望有日相會時，期望有日相會時，期望有日相會時。多謝 Maggie， 多謝 Linda， 多謝各位，我哋出嚟，多謝。多謝陳奕迅俾機會我哋，真係好難。雖然唱得難聽，我哋。唱得好，我唱得水平。好多謝咁多位嘉賓好啊，真係聽出耳油啊！好，今晚咧我哋嘅活動咧就去冇咁快完結嘅，去到9:15，咁後面咧都有好多精美嘅食品啦，同埋飲品咧，咁俾各位嘉賓享用嘅。咁喺享受呢個食物飲品嘅同時咧，都邀請Yuka繼續為我哋去獻唱，多謝Yuka。好，咁今晚我哋嘅活動咧表演暫時嚟到呢一度，咁大家 enjoy。